你發現今日咪成日見到明星嘅？曾經係咯，幾乎全部都係真人靚過上鏡嘅，即係企喺素人堆裏邊咧，佢哋係非常之醒目。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已故嘅大 S， 各方面都好完美，即係好難得係佢上鏡同真人都一樣咁靚嘅。即係有啲人女明星會特別瘦噶嘛，真人即係好似張柏芝咁樣，佢喺最瘦嘅時候係真係上鏡靚過真人。大 S 就唔一樣，係非常之好啦。咁仲有另外一個都係台灣嘅，就係甜心教主黃心，佢就真到成個芭比娃娃咁樣，全身雪白，我以為佢塗咗啲咩喺個身度。如果係我霸道總裁嘅話，我都想養佢。男明星點？男明星嘅話，普遍咧，老實講都比較乾瘦，又冇東北嗰邊啲咁高壯咧，顯得非常之矮小乾瘦。劉德華、梁朝偉啊、周星馳啊、謝霆鋒啊，都唔太高嘅，乾乾瘦瘦咁樣。但係上鏡好有型，好殺食。咁有冇啲器材特別強㗎？有王菲咯，佢1米74高，一企出嚟就好有氣場嘅咧，而且佢唔會俾面任何人嘅，講嘢又直接，而且咧佢可以唔化妝出席活動嘅，啲面色有少少黃咯，即係企喺一群，咁好突出咯，即係但係唔會覺得違和咯，依然整個人好有氣質，氣場非常之強。